台语文刊榜，咱来熟悉台语文学家陈明仁老师。投入台语文学创作已经几10年，嘛发现真侪人的台语词拢落了啊，所以就甲出版社做伙录音，出有声音的册，希望甲台语文学的水流传落去。简单，我家己听到，无语，静声。用正港的台语开口来读家己的小说，陈明仁展现出这几十年来的台语底子。伊讲，伊就是要甲台湾人用过的故事拢写出来。我这个年岁拄好经过这个接这个无，这个向旁我想干那我当写尔。我若无甲真咧写吼，袂使。啊，你若写做一般的记录吼，无人会看，所以我要编故事。用小说把这个物件写出来，人才会去注意。我主要是要把这个台湾即款咱较早有的语言啦、价值观啦、婚姻啦、爱情啦、信用这物件有无？拢甲包括咱姓名这物件。陈明仁表示，语就是有声音的，爱写台湾人听有嘛读有的作品，才通成做伊心目中的台语文学。这款的理念，连前卫出版社的社长林文钦也真认同，和伊长期合作。台湾产生的故事吼，有迄个台湾产生足自然、足亲切的，佮经过伊写出来，伊足水气吼，足趣味的款的语调，有教授评论讲，伊的作品是真五人式的。社长林文钦保守陈明仁有语言的天分，台语讲到也真水气。听伊的册，真实会使感受到文学的气味，佮会使对册内底捡一寡传统的台语词转来。不是个来买啊，买东西唔是啊，咱要茶米、要罐酒、要大油，要迄落拍车单无，拢有伊的同事，无共款买的物件也无共款同事，尤其是每一个行业。做新人讨海做肉的，因拢因的专业词啦。啊，这个专业词外口无一定知。啊，这拢是咱台湾宝贵的语库啦。因为我都这若无公交的，我都想要做这啦。长久以来，除了台语文的创作，陈明仁也有一个放伫心肝底的梦想。我毋是要做文学啦，其实我是咧做建国啦。因为我一生就是讲，我若有世人会当做一个台湾国民，迄是我上大影响啦。身为台湾人，嘴讲台湾话，手写台语文，是陈明仁一生打拼奋斗的目标。伊也希望这寡伊写的册，未来通成做台语文教材，让少年人了解台语原来有才调通写万事万物。记者李定林坤明台北报道。